个时候邀请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先来为今天早上的敬拜，为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我们用感谢赞美的灵来到圣殿面前，来与他见面。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邀请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开口来为我们自己能够成为神的子民，献上感谢，也赞美神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奇妙的一个带领。我们也献上赞美，献上感谢。我们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这样奉神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永活之真神，你是天地的主宰，你是万物的主宰，一切美好的事情你都赏赐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献上感谢，献上赞美。主啊，求你这个时候用你的灵来光照我们，用你的灵来拥护我们，让我们用一颗渴慕的灵、渴慕的心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欢欣的灵，还有在你的面前来歌颂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你是施恩的神，然后我们要用圣灵、用心灵来赞美你。神啊，我们要献上一切的感谢，献上你的赞美在你的面前。特别在礼拜天的早晨，我们用一颗渴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愿神亲自的将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有一颗渴慕的灵来到你的跟前，透过早上的敬拜。领受神奇妙的恩典跟作为，透过早上敬拜来炼净我们、改变我们。主啊，我们愿意献上一切的歌颂，献上一切的荣耀给你。愿神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在早上的敬拜当中。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唱这首诗歌。耶稣，你宣告，我们就得到自由。耶稣，你触摸我们就得到完全的医治。耶稣，你宣告就得自由。耶稣，你触摸就得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是加耶稣，你宣告我就得到自由。耶稣，你宣告就得自由。耶稣，你触摸就得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是加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施行拯救。耶稣，你双手医治，在你地里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是神迹。感谢神，神要行神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论顺境逆境，他都要帮助我们，医治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献上感谢，献上赞美，因为神是那信实可靠、医治我们的神，是我们自由的神。我们再一次唱：耶稣，你宣告，我们就得自由。耶稣，你宣告就得自由。耶稣，你触摸就得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我相信你是加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是我生命，耶稣，你是小丰盛，在你必定没有任何贫穷羞愧。我相信耶稣你是神迹，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施行拯救，耶稣，你双手医治，在你必定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是神迹，但你没有，在你必定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是神迹。我们相信神要医治我们，
我们相信神要赐我们自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被罪来捆绑，让我们没办法得到完全的自由，因为我们实在有太多我们知道跟不知道的罪。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罪来献上祷告，求神来赦免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特别为台湾这块土地所犯的罪的献上祷告，求神能够炼净这块土地，洁净这块土地，让这块土地成为神所喜悦的土地。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知道跟不知道的罪，我们来认罪，求神来赦免我们，也为这块土地献上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啊，求你来炼净我们，求你来光照我们。主啊，我们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因为罪的关系而断绝了跟神你美好的这个恩典的爱跟赏赐。主啊，求你这个时候用你的光来光照我们。因为我们深信你的光进来，我们黑暗就要离开。主啊，欢迎你进来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一切的罪在你的宝血里面得以完全的洗净。主啊，求你掌权在这块土地上面。我们这块土地有许多的罪，求神能够来让这块土地得到完全的自由，让你的公义遍行在这块土地上面。是的，主。主啊，你是公义的主。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所犯的罪，我们有眼目的情欲的罪，我们肉体情欲的罪，我们有今生的骄傲。主啊，求你将这一切的罪都钉在主你的十字架上面，用你的光来光照我们。其实我们有什么样的罪，我们是没办法知道的。帮助我们知道明白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无知，我们自己的那种被罪捆绑的这样的一个困苦。求神这个时候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让我们可以用你神赐给我们的力量来胜过一切的罪，一切的捆绑，让我们可以活出圣洁的生活。主啊，我们特别为台湾这块土地献上祷告。我们有太多邪恶的势力捆绑在这个地方，有撒旦的权势在台湾这块土地。主啊，求你兴起各教会，让各教会在各地能够兴起发光，因为光要照遍全地，让这个黑暗的世代，这黑暗的地狱、黑暗的地方得到完全的光明，得到完全的释放，让这块土地成为神所喜悦、所喜爱居住的地方。我们要献上感谢，献上赞美，特别将我们自己本身献上祷告，求神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献上祷告，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受攻击，让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有盼望。我们特别为我们跟家人的关系献上祷告，让我们可以跟家人建立好的关系。我们为家庭里面有一些成员心灵上有一些问题，或许有一些未信主的家人，我们为他祷告，求神透过我们生命的改变，能够带领这些家人一起来归向主。我们为工作职场上所面对的一些困难挑战，我们献上祷告。特别我们跟我们的同事之间的关系，跟我们同学之间的关系，献上祷告，让我们有好的关系，也让我们透过工作，让我们有稳定的一个经济收入，让我们解决财务的困难。特别在疫情当中，许多人在经济上受到一些挑战，求神丰盛的神赐下丰盛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特别为我们个人的身心灵的健康、疾病祷告，特别为家人的健康，我们也为他们来祷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开口为我们自己、跟我们跟人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职场为我们一切所面对的挑战，我们献上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这样父神主啊，求你来与我们同在。唯有你是那公义的神，唯有你是那施行拯救的神。主，我们深信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在我们的一切上面有许多的不一样的困境挑战，但是我们深信神是改变环境的神因为环境改变，我们的生命就要得到完全的改变跟丰盛。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困难当中，一样保持着对神的信心，用喜乐的灵来面对一切的困难挑战。我们深信顺境逆境都有神你美好的心意跟安排。我们深信神你必定有美好的作为在我们生命当中。哈利路亚，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是主。这样父神，我们为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献上祷告，特别我们为我们所面对的不一样的挑战、困难，你献上祷告。我们深信神你是那掌管环境改变的神。
求神来翻转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困难，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仰望神，耐心等候神的安排。我们深信顺境逆境都有神你美好的心意，都是神你丰盛的安排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唯有相信神的带领。主啊，我们特别为我们的家人，特别为信者的家人献上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有机会来为他们来做见证，带领他们来归向神。我们深信认识你是一生最美好的祝福，深信你要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要成为我们家庭的主。哈利路亚！我们要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求神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身心灵得以健壮。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接下来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我们特别为教会这个世代的交替，特别我们富强教会世代交替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献上祷告，唤起更多人愿意投入到教会的许多的服事事工上面。我们特别为我们的主日学事工、青少年事工、青年等等这些族群，我们献上祷告求神能够兴起更多的人关心这些肢体们也特别为我们教会的各个组织、各个小组、牧区各个团契的献上祷告。第二个，我们为我们教会的属灵氛围献上祷告，让我们有更多渴慕圣灵的一个心，让我们用透过祷告、透过渴慕上帝的话、热情的敬拜来成就这间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教会。特别我们为我们成为神的使者，成为我们可以来传福音的一个使者特别在这段期间是感恩节的节期，12月是我们圣诞节的节期，我们透过许多的活动来赞美神，来见证神，来献上感恩。我们也透过这些活动要引领更多的未信者到我们当中来，所以我们希望这些活动真的能够来将神赐下的恩典荣耀能够做见证在这些未信者身上，让我们有这样传福音的热忱。我们最后也为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些年老的弟兄姐妹，为身心灵病痛有重大疾病的肢体献上祷告，求神真的医治，求神赐下平安喜乐在我们当中。我们开口为我们的教会，我们献上祷告。是的，主啊，求你使用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主啊，求你翻转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让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愿意爱祷告爱敬拜的一个教会。还有让更多的弟兄姐妹进到这个教会来之后，他们心得到释放，得到平安，得到喜乐。还有是的，主，求你的神继续帮助我们，奠定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愿意从我们成为门徒，成为使徒，成为让神来使用这个门徒。还有是的，我们感谢赞美神，还有是的，感谢上帝。亲爱的父神，求你让我们富强教会成为荣耀神的一个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在这个地区，在这个社区成为一个祝福的一个管道，让更多的弟兄姐妹进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他们的心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医治，得到翻转。主啊，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愿意热切祷告、热切敬拜的一个教会。让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知道这个时代需要更多人投入到传福音的工作，让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主啊，让我们有看见这样的一个需要，让我们愿意透过不一样的一个训练，让我们成为一个热切传福音的一个基督徒。好，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我们的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仰望在神的手里。主啊，你炼净我们，你光照我们，特别在弟兄软弱的时候求神让我们知道如何来鼓励他们，陪伴他们，让他们走过属灵的低潮，让他们可以重新得力，重新站立起来。我们有肉体欠安的有身体病痛的，求神亲自的医治，亲自的释放我们心中所得到的一些捆绑，让我们可以完全自由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荣耀，来赞美你，还要感谢你，赞美你，在这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耶稣，你医治；耶稣，你释放我们，得到完全自由。耶稣，你宣告就得自由；耶稣，你触摸就得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是加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是新拯救。
耶稣，你双手一指，在你必定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是神迹。哈利路亚！我们要相信神的医治临在我们当中，我们相信神要在这个时候行他的神迹，一切难成的事情，神在神的眼中一切都可能。我们将我们的困难摆在神的面前，将我们的困难摆在神的面前，神要亲自的医治，亲自的释放。耶稣，你宣告就得自由；耶稣，你触摸就得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是家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是我生命；耶稣，你是下丰盛。在你必定没有任何贫穷羞愧。我相信耶稣你是神迹，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是新拯救，耶稣你双手一指，在你必定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是神迹，在你必定没有。在你必定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是神迹。我们这时候为早上的敬拜献上祷告，我们特别为参与敬拜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让我们有渴慕的灵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今天的恩典跟祝福。第二个，我们为今天礼拜的整个的服事来献上祷告，不论是我们礼拜堂里面的所有的服事同工，或者在礼拜堂外的服事同工，甚至在主日学的主日学老师们，我们为他们献上祷告求神赐下恩赐在这些同工身上，让他们可以来服事神，来服事人。第三个，我们为今天特别台湾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有台湾神学院的老师邱启荣牧师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要宣讲神的道理神的真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邱牧师献上祷告，求神使用他来祝福我们，使用他所传讲的信息来炼净我们，改变我们。所以我们开口为早上的敬拜我们献上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这时候特别为早上敬拜献上祷告，求神设立宝座在这个地方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渴慕来亲近你透过早上的敬拜，让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祝福，让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的命定，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命定，让我们透过早上的敬拜再次的能够知道如何来回应神的呼召。主让你的灵浇灌在这个今天聚会当中。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这样父神，我们要设立宝座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亲近你，愿神亲自的将你的灵浇灌在这个地方。主啊，我们要看见神你的十字架要高举，让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要在这个地方彰显。求神你的圣灵这个时候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心单单仰望你。透过早上的敬拜来炼净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再一次透过早上敬拜再一次的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跟命定。主啊，我们要献上一切的感谢，献上一切的赞美，将早上的敬拜再次恭敬拜在神的手里，愿神亲自的彰显的荣耀在这个地方。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靠着耶稣的圣。爱你，我要宣告我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来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
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手，靠着耶稣的手，靠着耶稣的手，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手，靠着耶稣的手，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手，靠着耶稣的手，靠着耶稣的手，靠着耶稣的手，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再次宣告说，靠着耶稣我们要得胜，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从此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带领着我的神，是你带领着我的神。好的，都让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得胜的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是我们赞美。主啊，我们欢迎你到我们当中来。主啊，我欢迎你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宇宙的主宰，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主啊，欢迎您降临在今天早上的聚会当中。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子民，是何等的荣美的事情，何等荣耀的事情。哦，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一生仰望在神的手里，因为靠着你得胜。靠着你，我们要享受神的所赐下的丰盛跟恩典。主，我们欢迎你降临在我们当中。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宇宙的中心耶稣，宇宙的中心耶稣。哦，是的主，什么世界的主宰？宇宙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不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纯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我宣告你圣洁的名，不求
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耶稣是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如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无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不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高如云，浇灌着你，愿为看见，何为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面，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高如云，浇灌着你，愿为看见，何为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面。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不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欢迎君王降临，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欢迎君王降临。亲爱的天父，我们高声呼喊，我们翻唱，我们欢迎主耶稣君王的降临，是因为主耶稣用宝血洗净我们，赎回了我们，让我们重新成为神国的子民，让我们在主里面享受天国的荣耀，享受永恒的生命。亲爱的主啊，因为我们的热情，因为我们的呼喊，因为我们的渴求，主你的生命就真正进入到我们当中。
所以求圣灵来掌权，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我们经历到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复兴，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感谢主，愿今天的敬拜，所有荣耀都归给你，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领受到真正属灵的祝福，属灵的生命更宽广。主，我们这是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神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恭受上帝的话，这次我来念我们本周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9章第1节到第10节，第21节到第22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内陆地区，来到了以弗所，在那里他遇见了几个门徒，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领受了圣灵了没有？他们说没有，我们连什么是圣灵都没有听过。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受了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施的是悔改的洗礼，他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那位，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以后，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给他们按手，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开始说方言和说预言，他们约有12个人。保罗进会堂，一连3个月放胆讲道，辩论上帝国的事，劝导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开，就在推那鲁的讲堂天天辩论。这样有2年之久，使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第19章第21节。这些事过后，保罗心里决定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他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要到罗马去看看。于是他差遣2个助手，提摩太和以拉都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留在亚细亚。第3个章节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1节。骚乱平定以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了他们，就辞别了他们，往马其顿去。献诗，本周献诗是由雅比斯小组来做献诗，他们献诗的曲目是《最大的福分》。
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多少的黑夜，多少的困难，总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世上一切跟随耶稣是我一生最大的喜乐和满足。感谢雅比斯小组带来这美好的诗歌。讲道，今天是由台湾神学院邱启荣牧师带来的讲道。今天的主题是所行的路就是主的道。接下来请夏牧师做欢迎跟介绍。各位弟兄妹，大家平安。我先来做一个欢迎，以及做介绍。今天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哈。台湾神学院呢，在台北最漂亮的地方就是阳明山的半山，叫做岭头，以前叫岭头了哈，现在比较少讲。非常美丽的地方，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去过哈？有机会的话去走走，真的很漂亮啊！尤其在这个春天哈，这个樱花开的时候。这是那个杜鹃花，很多漂亮的花。那我们台湾有2间主要的神学院，就一个是在台南，那一个是在台北哈。当然还有玉山神学院是属于原住民为主的神学院。那每一年的11月就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透过不同年代的牧师不同的
同工来到我们当中分享认识我们台湾神学院。那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就是台湾神学院的新约的老师邱启荣牧师。那刚刚我跟他谈话认识，知道说邱牧师呢，他原来读神学院第一个道学硕士是在我们台南读的他的夫人我们的邱牧师娘，她也是台南人今天也有来到我们当中。那他们读完这个道学硕士，后来又继续深造所以也在台湾神学院来进修来研究所以现在在台湾神学院来教学。感谢主呢，我们的邱牧师大概就是跟我们前任的蔡牧师是同学了他们那个年代有很多优秀的牧者、优秀的老师被栽培了。那今天呢，他要透过这个主题来跟我们分享见证，也等一下也来做一个台湾神学院的介绍。我们透过他来分享领受神的话语，我们就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他，谢谢。谢谢谢牧师谢牧师是我在台南神学院的学长那台南神学院都出产一些牧师，然后送到全台湾各地那所以我有时候也会为台南神学院募款那所以我们在主内都是一家，我们的国度是不分彼此我们都是上帝国的百姓。那刚刚夏牧师也有介绍，我应该算是台南人了，因为我在台南住最久那我太太是台南人，所以我说嫁给他这样子嫁妻随妻，在台南住了很久之后，10年前我搬到台北去，因为在台湾神学院从事教学所以今天早上真的非常高兴回到台南。跟大家见面，然后跟这些在这个街头巷尾，在这个街道上，昨天还是到那个赤坎楼去吃一点怀念小吃，这样所以感到非常的亲切。尤其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在这个地方敬拜上帝，我非常谢谢大家也很感动，因为我们在敬拜当中，把我们的自己臣服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向他宣告他的主权，我们是属他的百姓，我们顺服他，他要与我们同在，他带领我们，他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赐给我们力量，克服我们生命中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问题。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地方再一次在上帝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说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谢谢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谢谢。我本来没有说要叫大家是真的很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一起敬拜，同得福音的好处那在开始今天讲到的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现在要来思考你的话语，恳求主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你话语，让我们得着力量，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献上我们的祷告，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我们就像在走一条路。有时候世界会说我们在走人生的道路，但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在走属天的道路。我们有我们的目的地，但这个世界复杂，我们需要带路，我们需要有导航、有地图，才能够走到目的地。当中，我们在这个人生虽然有主与我们同在，但是沿路有很多的难关。我们要持守住我们的主，紧紧的跟随他，才不致迷路。那么圣经
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导航地图，它会带领我们认路，带领我们上路。今天早上所念的经文是《使徒行传》，作者是路加，他其实是写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两卷书，其实可以结合起来看，他们是前后有关系的。路加他写《路加福音》，他将耶稣描写为走在一条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路，沿途他传福音、行神迹，他教训别人、收学生，呼召12个门徒，让他们跟着他。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路加福音它不是单单把耶稣的神迹故事，他讲的比喻，通通把它收集在一起这样而已。路加他写路加福音，他把它写成耶稣就是在走那一条路。我们看圣经也知道，他就是不回头，一直往耶路撒冷去。但是去耶路撒冷是一个受苦的地方，是要去钉十字架，他是为我们去，但是他坚持面向耶路撒冷。当他在耶路撒冷复活之后，接下去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是描写这些跟随他的门徒，他们也是走在一条路，在这条路，耶稣从加利利走到耶路撒冷，门徒在耶路撒冷领受看见耶稣的复活，领受圣灵，他们继续从耶路撒冷走出去，走往地极的一条路。一开始使徒行传还说，加利利人啊，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为什么在那边吃等，好像耶稣要复活来？他鼓励我们要去走这一条路，要赶紧走上一条路。那么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是一条宣教、传福音、建立教会的路，用这样来迎接主复活的再来。所以我们首先看到路加福音在描写耶稣走的那一条路，是一条受苦的路，但是是一条复活得荣耀的路。现在使徒行传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他们也是主的门徒，他们如何走在这一条路上。保罗当他遇见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从犹太教那条路走到十字架这条路，他一路就是在走传福音、建立教会。我们今天看的19章是已经他出去走这条路传福音第3次的旅程。我们可以发现保罗他出去传福音，他经过很多的城市，但是他并不是一站一站一站，看起来好像一个城市跟着一个城市，但是事实上他会选择某一些城市待久一点。哥林多就是其中一个。哥林多不是很好待的地方，因为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后书看到哥林多很多问题，可是保罗却在那里待下来。反倒哥林多北边一点那个地方有一个城叫做庇哩亚，那个地方倒是不错，可是呢，保罗却一下子就离开。现在保罗来到以弗所，他在那个地方待下来，而且以弗所大概是他待的地方里面最久的，比哥林多还要久。为什么保罗要在一个地方待久一点呢？我们来看耶稣所走的那一条路，在路加福音，耶稣小的时候，他也曾经在一个地方待下来。有一次，路加福音2章41到52节描写说，耶稣和他的父母去耶路撒冷过节朝圣，他的父母都回去了，他却在那里待下来。他坐在圣殿里，坐在老师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
3天之久，直到父母回头去找到他。现在《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到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待了18个月，他在那里把哥林多教会建立起来，然后遇到了亚居拉跟百基拉，这是从罗马出来的一对夫妇。然后他回程就是从哥林多建立教会18个月之后回去耶路撒冷，再到安提阿的时候，回程有路过以弗所，在那个地方他又遇到亚波罗。亚波罗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他就教育他。然后临走前因为这是第一次，他路过而已，他就说主如果上帝如果许可，他要再回来。所以现在他第3次传福音旅程来到以弗所的时候，就是他回来了。第2次到了以弗所，就在那里待下来，待了2年半的时间。后面的经文还说3年。待在这里做什么呢？我们圣经看到说，他使一切住在亚细亚省的都听见主的道。待在那里，让整片省的地方的人这样讲整个省地方的人都听见主的道。道在《使徒行传》，我们有时候翻译作道，有的时候翻译作路道就是logos 就是福音。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看福音书整条路，耶稣做什么，讲什么，行什么，就是福音的内容，就是道，就是关于耶稣所做所教导的一切的事情。另外一个字有时候翻作道，有时候翻作路，可以指人在走的一条路。所以第8章的时候有讲到腓利传福音给太监，太监就欢欢喜喜的上路。讲到扫罗信主，他说他是走在大马士革的半路，悔改，然后转向见证道的那一条路。所以他开始实行主的道，就变成一条去走的路。这是一条得生命的道路。我们基督徒可以说我们都在走这一条路，这是一条救恩的路。所以我们要在路途当中，我们实行主的道，传福音，这个就变成路。所以有时候《使徒行传》我们看的时候，他会常常讲这道、这路，很特别，2个字是有这么密切的关联。所以当保罗走这条主的路到达以弗所的时候，我们看到发生什么事情。走这条路1到6节，他遇见施洗约翰的门徒。8到10节，他在会堂辩论。会堂是犹太人的教会一样在那里犹太人毁谤这路，或说这道。然后他就到推拉努的学坊。推拉努是一个教育家当时候兴办学校的一个结果呢，使一切亚细亚的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11到21节有讲到行神迹赶邪灵的事情，主的名被尊为大，主的道更加的兴旺。24到41节，保罗就决定往罗马去。当然，往罗马去之前就发生银匠低米丢的事情。我们先从8到10节来看，因为这3节差不多就是保罗在以弗所这2年多的时间的工作摘要。第8节说，3个月在会堂与犹太人辩论上帝国的事，犹太人刚硬不信，保罗就和门徒离开。在第8节，
到第10节中间的这个第9节，我注意到路加突出了保罗在推拿努学坊天天辩论2年的时间。我们在中文圣经读起来好像是说保罗去到犹太人那里跟他们辩论3个月，结果他们拒绝这个道这个路，保罗就到推拿努学坊去辩论这样。可是如果看仔细一点，他的意思是这样，在那个地方跟犹太人辩论，他们毁谤这道，保罗就带门徒一起离开到推拿努学坊去，一起去所以在推拿努学坊，他们就天天辩论，或者说天天讨论。所以这个学坊它的意思，我们如果从原文来看，学坊希腊文叫做 schole， 就跟英文的 school 这个字一样。其实英文 school 这个字就是从 schole 这个原文来的。所以保罗去推拿努学坊是到学校去，才在那个地方兴办学校、兴办教育。所以 schole 推拿努 schole 就是学习的地方。保罗在那里讨论，门徒一面听一面问，是不是跟耶稣一样？这个学堂是租来的因为是那个教育家办的，就是他们下课的时间，保罗就利用它，差不多都在中午。那然后接下去下午又有他们自己上课，所以他是租他。但是下去之后，保罗做什么呢？他就传福音。为什么我们知道他传福音？因为他这样子2到3年时间，让亚细亚所有的犹太人、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一边在学堂，一边出去传福音。这些学生，圣经也有讲以拉都、提摩太、以巴弗，推拿努学坊上课辩论，训练门徒，就让上帝国的道被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了。这有点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新办查经班、成人主日学。当然，如果以我们整个教会、整个长老会或整个台湾的教会来看，就有点像神学院。为什么保罗要在以弗所的推拿努学坊停下脚步来，一待2年多呢？我们来反省，有3件事情。我们来看保罗，看出他在推拿努学坊的远见，还有他的信心。刚刚有讲到，第一个，他就是对约翰的门徒在施加更正确的教导，包括亚波罗也是。亚波罗是很有口才，会讲解圣经，心里也火热的人，但是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不够，所以保罗就在教育他，在帮助他理解什么才是正确的上帝的道、上帝的路。因为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只是这条路的预备而已，对不对？施洗约翰他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将来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他就是耶稣。所以他只是为后面来耶稣还有圣灵的洗做预备而已。约翰来是针对犹太人，但是耶稣来，圣灵的洗遍布全所有的民族，普世的福音，不是只有单单犹太人。所以这个约翰洗礼的道，洗礼的意义跟圣灵洗的意义不太一样，保罗需要讲解清楚。之后亚波罗出去就做很好的工，当然很多施洗约翰的门徒就变成主的门徒一样，继续做主的工。这个都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正确的福音教导了。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反省。第二个，天天在推拿努学坊辩论主的道。刚刚说他同时也是带门徒出去宣教，出去实践。有一件事情他记载下来，就是说
当时候也有一些巡回赶鬼的犹太人，结果他们擅自利用主耶稣的名也在赶鬼。可是呢，圣灵的大能，还有保罗所传的这个道，反倒借着他们让主耶稣的名被尊为大。然后行邪术的人，他们信了耶稣之后，就公开把有庞大商业利益的那个邪书把它烧掉，让主的道大大的兴旺，普遍的传开。所以我们看到这2年多来发生的这些事情，保罗就是用以弗所当作基地，将福音传遍整个亚细亚省。亚细亚是一个省，以弗所是省会，在那个地方怎么有办法把福音遍传各地？保罗在那个地方不久，他也开始展望地极，他要往罗马去，普世宣教。先前他从一站移到下一站，可是在这里普世宣教之前，他先留在以弗所。以弗所是一个很大的城哦，它是仅次于罗马的一个大城，那么大，所以保罗不是只有在城内传福音，整个省他就到各地去。可是我们知道，这么大块的地区，怎么可能保罗自己一个人传福音呢？他要有同工，他要有弟兄姐妹来帮助他，因为这些大城市里面有很多的犹太人啊，要懂得主的道，才有办法跟他们讲。还有很兴盛的希腊罗马文化、思想、宗教，因此保罗知道这些同工需要在推拿努学坊训练，才知道怎么向世界宣扬主的话。所以保罗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宣教事工，他需要有人才。以弗所就成为他的福音差传中心，所以他要办教育，这样才能够让圣经所讲的一样，住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传福音、教导门徒，我们都需要在圣经真理的道上有正确的理解，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我们自己面对的路，要走的基督徒的路，都有许许多多的困难，有许许多多的苦难，所以我们需要装备圣经的知识，才知道怎么走这条路，也才能够引导人来走这一条路。在这个世代啊，我们真的，你要好好用道理跟他们对话辩论，真的你需要圣经的知识。更何况我们个人面对生活中各样的挑战，有些是邪灵恶神的属灵挑战，我们要信靠耶稣的大能力。怎么信靠？圣经给我们导航的地图，我们才有办法信靠耶稣的大能力，才能够学会勇敢的向前走这条路，传福音给别人，让人顺服做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连续花2年的时间在 School 在 School 在推拿鲁学坊教导。耐心，我们也需要耐心待在教会，像 stay 一样 long stay， 学习圣经传道的侍奉。短短的我们没有办法持续，没有办法真正学到东西。我们需要在小组里面，需要在团契里面，需要在教会里面待久一点。在教会会教给我们什么呢？教会当然除了一些生活的课程，有一些吸引人的比较软性的生活的教导之外，其实教会都会教圣经。所以我们的圣经小组
主日学就是像学校一样，他也教我们如何传福音，如何去实践。更重要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怎么把我们的信仰实践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在走这一条路，主的道会在我们信的人当中运行。所以我们需要在教会、在小组里面，基督徒最怕的是什么呢？落单。有句话说，落单你就倒霉了。基督徒需要有小组，需要有弟兄姐妹的支持，因为我们每个人走这条路，我们受到很多的挑战、攻击，生活的艰难。每一个人有时候是轮流，我们都需要帮助。上帝的灵在教会当中，在团体当中，在小组当中，他就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虽然困难，我们能够走过去。等到我们走过去，我们才知道，主，你是爱我的，主，你给我力量走过的。但是如果你落单了，落单就没有办法，就会被个别的击破。所以我们需要待在教会，待在小组。当保罗他在以弗所待下来之后，2年多再出去的时候，他已经有很多训练好的同工，已经有能力在整个亚细亚传福音了，也让保罗的宣教眼光也受影响。他已经展望到帝国的中心罗马去了，所以后面他说他也要去罗马看看，然后出发往马其顿过去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条路，在路加福音，耶稣走的就是这样的一条路。门徒跟着在使徒行传传一个接一个，就是走这条路。腓利、司提反、彼得，最后就是保罗走这条路。弟兄姐妹，走这条路需要推那种学法，教会的学法，教会的小组学习的地方。我们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做主门徒，我们要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不是站着望天，像刚刚在使徒行传所念的一样，加利利人啊，为什么站着望天？而是我们要开始去走这条路了，让更多的人听见主的道，尊主的名为大。所以今天我们都需要推那鲁学法，神学院也是推那鲁学法。那些学生将来就是教会的牧者，他们出去传道侍奉之前，他需要在神学院待很久的时间，也是3年4年的时间。他们要在那个地方接受圣经的栽培，将来才有办法走出去，走的路才走得远，走得久。这是培养牧者。我们弟兄姐妹一样，我们同样在走这一条主的道路。我们需要待在小组，用圣经彼此教导，彼此扶持。那些神学院不是白白得一张空白的毕业证书，他们要付出，有汗水。所以我们在那里，我们需要仰望耶稣。怎么待得下来？我们有仰望耶稣走的那一条路。路加福音，耶稣是怎么走那一条路？我们就是跟着他。耶稣走那一条路有苦难，耶稣走那条路有挑战。可是耶稣他走过之后，他从苦难、从十字架上复活，得荣耀。同样，我们在走这条路，我们虽然眼前有受苦，眼前有代价，但是这是一条将来要得荣耀的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走这条路的苦难，将来也是一样，会有复活的大能，会有荣耀。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彼此勉励，我们要彼此代祷，除了为神学院，也彼此为弟兄姐妹代祷。
这样我们一起来仰望耶稣，看他是怎么走过那一条受苦却得荣耀的道路，也就是我们今天每位基督徒我们在世界上走的那一条路。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耐心，在推拿努学坊待下来，一起做主的门徒，分享救恩给别人。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你呼召我们做你的门徒，又给我们机会，我们可以接受装备，然后出来传福音，宣扬你的话。主啊，虽然有考验，但这是你所喜悦有荣耀的路。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教会来敬拜你。我们听你在《使徒行传》对我们所说的话，求你帮助我们，赐力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好叫我们能够循着你的路去走这一条虽然有苦难却是荣耀的路。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不起，我有准备一个影片，我就不用再多说，大家看就知道神学院在做什么。好，谢谢大家的带导。人跟人的距离变得遥远，被开发了，变远，各种的力爆头变得更近，正让人头痛，完全没距离，紧密结合。去年疫情爆发以后，学校改善真侪视听设备，因为有提前准备，我会通伫今年5月份忽然间升到3级警戒时，会通平顺面对。今年的毕业典礼伫开课礼拜堂中间，我用特样的方式传达听的信息，分享师生温暖的祝福，并提醒毕业生毋通袂记得上起初的呼召。立案了后，台新致意提升学术产出，努力产官学的合作。感谢主，阮伫今年6月份得到教育部评鉴通过。这个全面性的通过，无仅代表性的教育得到更加侪认同，相信也伫未来对学术界、甲社会会当做出更加侪贡献。今年3月底，南寮完成整修，是真侪听出的兄姐看见是那教育顶面的需要，出钱出力，斗阵完成的工作。伫准刚礼拜一天，有真侪过去带过南寮的牧长，倒转到学校，甲阮三甲欢喜。伫南寮完成以后，学校接续进行女神寮的整修。第新学期的开始，台新必须凭着信心，迎接一个无确定的未来。对台湾教会来讲是真大的挑战。当主日礼拜所有的聚会，甚至是婚礼、丧礼，只有会当以网络来进行的事，你打破了咱伫教会生活的惯性，重新思考教会存在的目的，也互咱重新操练伫信仰中上基本，却也是常常互人忽略的实践，就是专心较无上帝的话。真实的敬拜甲祈祷，并且甲主内兄弟姊妹三夫妻三结连，真实过基督徒的团体生活。这互咱想起一句话讲，这是上歹的时代，也是上好的时代。当然，今年的疫情也互神学院的经费面对上大的考验。神学院会当继续培养教会未来的侍奉者。若无地方教会兄姐的奉献，实在无法度达成。阮非常需要你的奉献。
者继续用基督奉献来支持台湾神学院，互阮伫信心的引带下面，会当看明上帝伫这个世代的作为，也互阮会当勇敢回应上帝所交托互阮的使命。好，感谢主，我们透过这个影片更清楚了解台湾神学院他们的侍奉、他们的教育，还有上帝给他们的一些任务哈。刚刚看那个影片才回想起说，今年的6月，这个台南神学院、台湾神学院他们毕业典礼都没有办法，这个毕业生聚集用网络的毕业典礼，这对我们的台湾全世界影响太大了哈。但是神给他们智慧去超越这个困境哈。那台湾神学院呢，在我们台湾的教会当中，我们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他们所需要的经费本身没有教育部哪里拨钱来给我们，而是他们自己透过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多少都参与在里面，那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虽然每一年都有那种压力，说到底有多少人关心，有多少人奉献，但是每一笔钱都是会有的一个关心跟心血，对于神学院的办学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也是非常大的激励哈。我们继续为台湾神学院来祷告，也有能力的我们一起为他们奉献，一起来领受祝福哈。我们在周报里面有这个奉献袋，大家可以使用可以填上你的电脑代号填上你的大名。我们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一起来感受神在我们当中美好的恩典行在信实恩典中。我们有同工也可以拿麦克风一起带领我们大家唱。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唱一次完整的神领我进入美地，有山有谷有泉源，他为我有丰盛预备，我必一无所缺，我心向往主的应许，主的话语我的遵行，每一步有主的带领，我一生跟主向前行。快点点来！耶和华的新圣殿中，新是恩典中，我心在耶和华的新圣殿中，新是恩典中。我一生的心是为了玛拉每天为我而讲，引领我指点我活着当靠神话语，我一生的心是为了玛拉每天为我而讲，出旷野入美地，我一生跟随主到底，耶和华的新是恩典中，新是恩典中，我心在耶和华的新是恩典
中，心是恩典中。我行在耶和华的亲身殿中，心是恩典中。我行在耶和华的亲是恩典中，心是恩典中。感谢主，我们行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通过刚刚邱牧师所分享圣经的话语，我们就是行在耶稣的道路，也是行在主信实的恩典中。感谢主，我们一起要做一段回应式恭祷，求神的圣灵启发我们，感动我们。首先，我们为台湾神学院来祷告，求神透过院中的老师以及学生一起的生活，来造就栽培神国的仆人，能够带领全台湾的教会一起领受神的祝福，更加复兴，福音更加传广。第二个，我们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求神保守，让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意投入福音的工作。我们在最近有举行我们的感恩节，还有圣诞节的福音茶会、福音的餐会，求神让我们珍惜这个机会，邀请我们的慕道友一起领受神的恩典跟祝福，让他们心有被神圣灵所感动，能够领受福音，成为神国恩典的百姓。第三，我们为疫情当中继续为遇到困境、遇到心灵受捆绑，还有在工作、在生活，甚至在经济遇到困难的兄姐，求神引导他们能够走过难关，看见神美好新的应许。第四个，我们为病痛中的弟兄姐妹祷告，有的在医院接受治疗开刀，有的是在家中来静养，也求神赐下完全的医治在他们身上。最后，我们为自己的家人祝福祷告，求神让我们在得时不得时，我们都领受神的恩典，因为有依靠，我们就更有力量来迎接前面的挑战跟道路，有神美好的保守。我们一起为这些事情开口来做祷告。现在父神，我们感谢你，让美丽就连能力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我们为台湾神学院祷告，求你赐福这个神学院看见神的应许，学生老师都能造就，能栽培神国的仆人，一起传福音，一起开拓神国的疆界。主，我们求你保守，让我们教会推动福音的工作，无论是茶会、餐会，都能够许多的慕道友一起领受这样的祝福。他们看见神国的福音，能够接受，柔软他们的心。我们为疫情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在工作、生活、经济、家庭都受影响的，求你带领他们来突破，勇敢的迎向神更高的应许。我们为病痛中的弟兄姐妹祷告，求神亲自安慰、扶持、怜悯、医治，让我们看见神的医治超越人的能力，让我们因为信心的依靠，我们就更得平安。感谢赞美主。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第二堂聚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一起领受圣经话语的教导，让我们走在上帝恩典信实当中，也走在主耶稣美好的道路、神国的道路上。我们将教会每位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上。主啊，我们为家人的祝福，为子女的祝福，为我们青少年主日学生的祝福，求神亲自应许，让我们因为有信心依靠，我们就看见在困境当中神的应许永远存在。当我们在领受更高更大的祝福的时候，是因为你已经在我们当中，我们确信神的恩典继续跟我们同在。感谢让我们今天一起敬拜神，也一起领受这个祝福跟恩典。我们下个礼拜就是感恩节，我们也一起在主面前
借着感恩看见神更大的祝福跟应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会众请坐。这时候我们来做报告。报告之前，我们一起来背诵我们本月的金句。在周报的最后，记载在《申命记》第31章第8节。我们用华语来念一次：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申命记第31章第8节。这时候我来做报告。我们翻开我们周报的第2页。下周的服事同工诗会是胡泽龙执事，其他的服事的同工请看这张服事表。那我们上周的聚会人数跟捐款奉献的部分在第8页跟第9页。那如果有资料有出入的，麻烦跟我们财务室的同工这边来做更正。我们翻开我们的第4页，我们的肢体交通的部分。本主日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也特别感谢邱启荣牧师跟牧师娘来到我们教会当中，也请大家持续为台湾神学院的事工继续来关心跟代祷。第2点，我们下个礼拜11月28号是我们感恩节礼拜，即我们感恩奉献，也邀请我们弟兄姐妹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来到教会当中参与我们的感恩节的礼拜，然后也做这样的一个感恩奉献。第3点，11月26号礼拜5的晚上8点，我们会在教会这边举办一个我们圣诞节点灯的灯饰点灯的感恩式。那当天同时也有保罗牧区跟西道小组的福音茶会，他们刚好也在这个时间有聚会，所以我们会在礼拜5的晚上8点来举办这样的一个点灯的感恩式，也期待透过这样的一个装饰，可能让更多的社区的民众可以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来认识主。第4点，我们下个礼拜11月28号，在礼拜以后，我们会有一个年度事工的研讨会，在1点半会开始。
邀请我们新就任的长职，我们牧区小组团区的首长，还有我们侍奉团队的队长，全职的同工，请参加。那我们在今天也请缴交我们年度事工的一些预算，或是一些事工的一些规划，交到我们嘉荣主任干事那边，我们会来制作这个研讨会的手册。好，再来我们第5点，我们感恩节的福音事工那各个小组其实都有在这几个礼拜举办这样的一个福音的餐会跟聚会。邀请更多的未信主的朋友来到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持续为这些重要的事工来做这样的一个代祷。第6，哀伤陪伴跟离婚关怀事工的消息我们今天晚上8点他们有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是第2课失落、创伤与陷阱这个部分也请大家持续关心我们这个重要的哀伤陪伴的这个事工。第7，教育装备事工团队社区学院的招生消息我们第2期的理财有道的课程跟第1期的经营有道的课程招生中我们上课的时间是从12月16一直到明年的3月3号，每个礼拜4的晚上7点到9点，所以我们这2项的课程已经开始在做招生欢迎大家可以踊跃的报名。第8点是一个临时的紧急通知今天下午原定举办的成为好管家家事清洁收纳的管理讲座那因为讲师家里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所以我们做延期。那最后确定的日期，我们这边会再做公布跟通知。好，第10点我们恭喜我们会友这边有两个家庭一个是洪英志、张燕霞夫妇，这是我们本会洪橙子姐妹的第2个儿子他们在11月14号获得一个可爱的女婴叫洪新月。那另外恭喜我们黄宏凯执事跟明月姐的第2个女儿于妙姐妹他们在10月7号产下一个男婴叫曾俊浩感谢主也愿主赐他们平安健康的长大。好，那我们翻开我们的第6页松联团契还有主日学提摩太的一些消息在上面请大家自行看。那如果家中有小孩或是青少年的，我们也鼓励他们多参加我们这个聚会。那另外在第7点也有一些我们目前正在静养休养当中的会友，也期待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持续来做关心跟代祷。接下来邀请我们牧师做补充报告。各位弟兄姐妹，再一次我们要感谢神学院的邱牧师还有师母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再次用拍手感谢牧师还有师母谢谢，感谢主他们特别从台北赶下来那刚刚有同工跟我讲说，有新朋友原来在这边，但是临时家里是不是有状况说赶快又赶回去了。还有没有新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宋长老来介绍一下。我手上没有资料。有来介绍一下，用麦克风。有看到来，是我们的杨朝琪、林明瑞。朝琪就是刚刚那一位那林明瑞、王子云是不是？君。杨子君夫妇来拍手欢迎他们来，太他们谢谢，欢迎你们来欢迎你们来参加聚会，常常在这边能够看到你们那时间不多，我就做一个提醒，就是这个礼拜5我们的点灯礼拜，刚刚看的那个照片很漂亮那平常是我们礼拜5祷告会完会举行一个感恩式啦但是我们知道点灯重点不是在那个装饰多漂亮，而是我们借着这个灯，能够让更多的会外的弟兄姐妹看到了，觉得有那个好奇心，有那个温暖的邀请，那我们能够邀请他们一起在教会里面领受耶稣降生的喜乐所以我们等于是我们自我一种感恩，说神让我们借着这个事工来引导更多的人。所以这一次礼拜5只有我们的
保罗牧区啦西道小组有聚会，但是其他弟兄姐妹如果能够一起来共襄盛举，我们一起来感恩，一起来祷告，求神借着这个圣工，有更多的人愿意来接触教会，这是我们的目的欢迎礼拜五晚上8点一起来那我们下个礼拜是感恩节我们教会平常就感恩节的时候会特别的奉献也有一年来感恩的事情，你写在你的纸上，我们要一起感谢神，求主保守我们新的一年有更多的恩典那所以呢，期待下个礼拜大家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到现场，一起敬拜神，一起献上感恩这是我们传统台湾教会。虽然这个感恩节是从美国过来，但是我们都很习惯，也在这个时间一起献上感谢欢迎大家踊跃全家一起来参加那有一个部分可能大家比较不是跟我们比较华语堂的比较没有关系，就是我们那个新旧约的现代台语译本对我们学台语非常有帮助它现在在优惠当中如果有兴趣借由读台语的圣经来学习更多的台语欢迎来订购了它早鸟价已经过了，但是还有优惠，欢迎大家。那最后呢牧师要代表我自己的家庭来跟大家致谢了就是我的爸爸在10月7号病倒，然后在11月的这个13号就被神接走。那昨天在高雄举办一个追思会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还有圣歌队长职都一起参加，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所以牧师在这里代表我们家族谢谢大家的关心请继续来为我们做代祷好这个时间报告到这边，我们请诗会来主持结束。颂农会众请起立，我们以颂农的诗歌结束之后，由邱牧师为我们祝祷。我的神，我的王我要尊崇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遍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会众请坐，默祷闭会。好，我们离开前也跟我们左右的弟兄姐妹，我们再次请安问好。